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。谢谢你，婆婆。感谢，哎，感谢啊，感谢上帝啊！我就嚎啕大哭，我为这失去几十萬的人的靈魂，我感到痛苦，我感到悲傷。我有9個仔女，個丈夫又拋棄咗，我又無能為力可以養嗰9個仔女。我看到靈魂中的憂傷，睇到4福音，睇見主耶穌使盲眼嘅開眼，死人復活，咦，邊個可以咁樣有咁大嘅能力咧？好偶然嘅機會，咁我同一班食緊白粉嘅朋友一齊，佢哋講緊福音戒毒。神就是在末後的時代揀選一批年輕的有愛心、有生命的培養他們，更好的帶領中國這片土地。中國基督徒30年。